税厝电钱的新制对明仔载开始要来实施啊，规定这电钱要以平均的计数为标准，用几度电就要算几度的钱。也毋过目前看起来，这湘北市税厝的人拢总有4万外户，因的厝头家是无通报政府的。这个厝头家若准是加收电钱，其实是真恶查。湘北市政府就强调讲，若准抓到厝头家，上济会罚30万。 为了改善这租厝电费乱花价乱上，内政部修正租厝电费规定，7月15开始，新版的租厝客还本3点的修正。厝头客收电费标准每度不得超过电费单登记每度平均电价，也是登记电费的总额。厝头客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，厝卡也会使家己向台电来查询这电费。不过厝卡烦恼讲，就算新制实施，也不一定敢去申诉。 可能就要看有没有相关的，就是保护像这种吹哨者的措施。觉得忍个1-2年不想要跟房东闹翻的话，可能就不会去投诉，对，会不敢投诉。怎么可能大家都乖乖收台电的费用？就像之前那个租屋补助啊，有很多人去申请了，可是其实会被房东刁难。 根据统计，新北大约有10万户租厝的需求，经过申报大约是6万5千户，台北市大约5万9千户租厝需求，经过申报大约是5万3千户，显示新北大约有3万5千户，台北市有6千户的租厝可能无互政府来掌握。你安怎来考察这厝头家是不是有照新制来收电费，依然是条件。租赁案件有哪方面的争议，只要是涉及到是契约的部分，我们都会全部做稽查，无论它是不是电费上的争议，任何争议我们都会做契约的查核。透过受理民众申诉、检举、办理常态及临时性业务检查，并对学生租屋进行访视等管道来加强租赁契约的查核。湘北地政局拢强调会加强来宣导新制，也会主动来稽查，若厝头家超收这电费，相当会使罚30万。 电费的东西包含了可能是水费你不用缴，第4台不用缴，网路费不用缴，那我全部都包裹在费用里面。那现在可能就把所有的费用清楚的明白，这些的费用是怎么产生的。自租长建议政府应该推动分离扣税，让厝头家较要甲厝租出去，莫稳重厝租出去的事实，让租厝市场执行更加透明化，慢慢来改善乱象，也是同时维护厝头家甲厝卡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